某一日，我哋期待咗好耐嘅你，終於嚟到屋企入邊啦。我哋覺得好興奮又緊張。嗰陣時，你就好似天使咁照亮咗我哋屋企。你嘅一舉一動都係咁可愛噶。當時我對你唯一嘅期望就係希望你可以健康快樂咁成長。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，我對你嘅期望越嚟越多。你嘅身上長出嘅稜角仲越嚟越長，我覺得好辛苦，唞唔到氣。當你逐漸長大，你喺我眼中變咗怪獸，我就變咗哥斯拉，屋企就變咗我哋嘅戰場，好得人驚。我明明咁愛你，點解你唔明白嘅？到底係乜嘢逼到我哋好似仇人咁？係學業啊？係功課啊？家務？係工作壓力？係環境？係你有問題？定係我病咗啊？我需要幫助，因為我就係頂唔順啦。我好似一座隨時爆發嘅火山，熔岩喺我體內不斷咁樣翻滾，我冇辦法控制我情緒，更加冇辦法回應你嘅情緒。我需要有人聽下我嘅諗法，或者俾我一啲嘅意見。咁揾邊個好呢？不如揾社工傾下。社工建議我先關顧自己嘅狀況，做下自己喜歡嘅事，等自己放鬆落嚟。我發現呢，我中意聽舒服嘅音樂，有時呢，一路做家務一路聽音樂。除此之外呢，我都中意跑下步。有時呢，我會上網學下整甜品，同同事講下笑。我發掘自己嘅興趣，建立自己嘅生活圈子同成就感。我發現我嘅情緒平靜咗好多，亦都逐漸呢可以平靜咁面對你嘅情緒。我開始改變對你嘅睇法，學習接受你嘅唔完美，多啲睇你嘅優點同長處。我發現其實你好善良，好正義。你跑步同畫畫都好叻，你慢慢喺我眼中重新變返天使啊！而我希望喺你眼中，我都再唔係哥斯拉。我同爸爸呢都要學習表達我哋對你嘅愛，學習俾你一個擁抱，學習多啲同你講我愛你，學習享受每一日陪你嘅時間，學習聆聽你嘅經歷同需要。雖然有陣時我哋都會有衝突，但我哋知道呢，唔可以講一啲傷害對方嘅說話，而係俾空間俾大家去冷靜，俾大家呢有機會去表達自己嘅諗法同感受。愛呢係需要學習嘅。我係第一次做你媽媽，你係第一次做我嘅仔女。我哋都有唔完美嘅地方，但係你依然係我哋最愛嘅仔女。我哋亦都係你最愛嘅爸爸媽媽，所以我哋一齊學習，一齊進步啦。